有一啲俗氣嘅背景牆，似呢種岩板 fluted panel 嘅背景牆都有啲過時。呢幾年幾乎每間屋企做嘅都係咁樣嘅背景牆，真係有啲滯嘅感覺，就似 template copy and paste 做出嚟。budget低用嘅岩板都唔係呢種真岩石，係大塊嘅 laminate。fluted 都唔係呢種木嘅 fluted，係 PVC 膠料嘅，只係外表令你睇到大概嘅樣，擺落去冇咁高級。其實我哋點解要做電視背景牆？主要就係為咗俾屋企入邊打造一個 visual focus point， 提高我哋屋企入邊嘅裝修檔次。除咗硬裝可以做背景牆之外，其實軟裝嘅背景牆都一樣可以做得好高級。似咁樣簡單嘅一組櫃，加上吊燈，加上插花，就好溫馨同埋有 design feel。一組簡單嘅裝飾畫同儲物架嘅配搭，極簡單又不失品味。仲有似咁樣黐上石膏線，加個電視櫃同綠植，效果都唔錯。再加上一個大嘅電視，亦都好有意境，真係冇必要大灑金錢去做一個電視背景牆出嚟。大戶型面積大，硬裝有空間可以發揮，可以做多一啲嘅 design 就冇問題。但係面積比較細嘅屋企，其實軟裝嘅效果會更好。